中美洲的巴拿马有一场反政府的抗争，已经超过半个月啊！即马有一个查甫人，那亲像是因为不满这示威者甲车路挡掉咧，真生气，真火大，跩压穿大死两个抗议者。也那这个嫌犯即马嘛已经互警方抓起来啊！根据外国媒体引用的资料，画面内底这个白头长的查甫人是萨达斯，今年77岁。伊当咧家伫路边捡物件，影响交通的抗议人士争论的时阵，伊为落地下提出一支枪，了后甲抗议民众放伫路边的障碍物刷开，双方冤到一半，萨达斯向开枪，头一个着枪的示威者当场全咧劈落，第二个人伫着枪了后，伊甲手搭伫倒边胸坎，表情看着真艰苦，无偌久了后嘛伤重死亡。了后警方赶到位，甲萨达斯抓起来，毋过并无扣手铐，伊嘛无反抗，乖乖啊坐起警察车离开。这个事件，互半个月以来，巴拿马社会对起来局面是更加紧张。抗争的原因是巴拿马国会10月份通过决议，而且由总统科索迪签署生效的法案，授权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业公司会当伫全球上大露天式工矿之一的多诺索矿区持续开采20年，期满了后，业者会当看情形，搁延长20年。这个法案引发部分民众强烈的不满，要求爱撤销法案，甲外国的矿业公司赶出因的国家。Totalmente constitucional, totalmente legal, para acabar de una vez por todas con ese contrato vendepatria y que tiene a toda la población en rechazo y abocado a la calle y no se retirará de ella hasta que sea derogado dicho contrato. 金融时报引用政治学者的分析指出，巴拿马的民众会持续激烈抗争，背后的原因毋但是为着反对东矿的开发。是物价大起等等，互百姓的生活是海海惨，也阁有中央偏左路线的执政党，民调嘛真歹。无论东矿开发案最后的结果如何，巴拿马侪年来营造投资环境良好的形象，即嘛是规个土土。目的甲目前大通拢调降对巴拿马的评分。另外，按算明年5月的大选，属于保守派前总统马丁·瑞利，目前的支持率是大幅度领先。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